大家好，呢條片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準備網上報名同埋帶咩個人用品，希望可以幫助大家順利報名同做好心態調整準備。網上申請其實好簡單，只要如實填寫就得啦。建議大家報名前預先準備好個人資料，例如中英文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同埋緊急聯絡人電話。點解要預早準備呢？因為佢課程旺季，好似暑假或者長假，名額好快就會滿額，有時3至5分鐘就報滿咁。如果你預先喺電腦或者手機準備好資料，填表嗰陣只係複製貼上，就可以快人一步，增加成功報名嘅機會。另外，如果你比較怕凍，尤其擔心冷氣太勁，可以喺網上申請表嘅補充欄位寫明希望房間床位同法堂打錯位置，盡量遠離冷氣出風口。呢個安排都幾重要，我會喺之後講衣物準備時再詳細解釋原因。如果報名時提早提出，希望中心有可能可以安排，等你可以更舒適嘅修行。晚上開試係郭印卡老師喺英文講解錄影，配好嘅繁體同簡體中文字幕，等大家輕鬆掌握每日內觀重點嘅。如果擔心字幕太快跟唔切呢，報名時可以預先登記廣東話傳譯耳機。又或者聽完第一晚開試後，覺得真係有需要，可以向法工安排耳機。提提大家理解開試內容好重要嘅。郭印卡老師每日嘅教導就好似修行嘅指南針，幫我哋嘅挑戰中保持正念同平等心。請帶齊日常必須嘅個人清潔用品，記得係冇香味嘅，例如洗頭水、沖涼液、止汗劑等。而蚊怕水、蚊貼、驅風或止痛藥油或藥膏，就盡量係低氣味㗎。至於香薰油、香水呢，課程期間就暫時唔好用住，因為打坐期間大家五感會特別靈敏，加上房間同法堂床位比較近，少少香味或者藥油味都好容易影響到其他人。顧己及人就係平等心嘅最好實踐。服裝準備建議，請帶足夠10日替換咗重新舒適衫褲，中心有洗衫粉、衣架同曬衫繩，大家可以隨時手洗曬衫。服裝推薦棉質或者正音物料，以及盡量避免尼龍料，因為摩擦聲會影響大家打坐嘅寧靜。衣着款式樸素，避免透薄或緊身，褲或裙長度要冚過腳眼。盤坐嘅時候確保遮實膝頭哥。而打坐披肩可以一件過全身包實款，或者上身披肩及下身薄肩組合，主要幫你靈活應付法堂溫差同身體嘅習性反應。特別俾怕凍朋友嘅貼士，如果你係比較怕凍，尤其夏天喺法堂容易頸背發涼，記得多帶頸巾、帽及外套。點解建議自己準備呢？因為夏天如果法堂坐滿過百人，如果要求關咗冷氣，會令到空氣局促，容易引起咳嗽或者流鼻水。呢啲聲響會響打坐時放大，尤其新學員會比較容易受聲音或者環境干擾。而床位安排原理同法堂坐位一樣，因為每間房住10幾人，空間較緊密，如果空氣唔流通或者太熱，會容易瞓唔着，影響情緒同日間打坐嘅專注力。大家着夠保暖衫，保持空氣流通，大家都坐得舒服，就係表現有同理心嘅第一步。有啲同修會用薄身披肩或者床單遮住床位，營造多啲私人空間，或者因為怕冷。如果係冬天或者床位係遠離冷氣口，咁做係冇問題㗎。但係夏天嘅話，遮擋物會阻住出風，令空氣唔流通而影響其他人。點樣喺保暖同顧及別人之間作出平衡，就係實踐平等心嘅時候啦。另外，有啲床位可能會對住房間嘅緊急出口指示燈，夜晚燈光比較刺眼，會影響睡眠。建議大家帶塊小毛巾或者眼罩，方便遮擋光線。如果想徹底嘅遮光，可以準備深色布料或者黑色膠袋，掛響床尾擋住燈光。因為要到中心先知實際床位安排，如果你唔受燈光影響，不妨喺禁語開始前，主動將遮光用品借俾有需要嘅同學，大家互相照應。寢具準備貼士，內觀中心為咗方便大家，特別係旅行中嘅外地學生，會提供床單、被單、被同枕頭。
香港本地學生有需要都可以借用，不過我建議大家最好自備，因為課程最後一日，所有同學要一齊幫手清潔中心。如果你唔急住走，清潔完中心再手洗寢具都 OK。但如果趕時間，自備就方便得多，而且又用得舒適，讓你全程專注修行。藥物準備建議：如果你有需要長期服食嘅處方藥，記得帶夠份量，並喺報名時向中心申報清楚，說明藥物用途同服用情況。就算冇處方藥，建議都帶嚟基本而你有用過嘅平安藥，例如傷風感冒藥、止咳藥或止咳噴霧、止痛藥等。因為內觀期間，急性反應可能會引發咳嗽、流鼻水、頭痛、胃痛或者肚痛等症狀。申報藥物真係一個好重要嘅步驟。萬一課程期間覺得唔舒服，你可以先同法工講，佢哋會留意你，確保安全服用，唔會影響打咗。記住，內觀唔係要同你嘅身心作對，而係幫你面對內心嘅挑戰。你嘅內心對手，即係急性反應，可能會放大身體嘅不適，試圖令你分心甚至放棄。但只要準備充足，無論遇到咩問題，你都可以輕鬆應對，堅持到底，繼續修行。如果你嘅皮膚比較敏感，可以考慮帶支酒精噴霧，噴咗蚊帳、床褥同床褥保護套上，可以清潔同埋消毒。課程完結之後，亦可以用嚟清潔床褥，方便下一位使用者。不過提醒下大家，酒精雖然可以殺菌，但細菌都係世間生靈，不妨想下係咪真有必要用。如果想少啲用消毒，都可以帶張厚床單或者即棄床單，佢就更加方便。低香味嘅防蚊噴霧，如果夏天可以帶支防蚊噴霧，噴響蚊帳，減少瞓覺時被蚊滋擾。廁紙同通便用品建議大家帶多啲廁紙，因為內觀期間飲食改變或者急性反應，生卡拉可能會令你比平日更頻繁去廁所。如果廁紙用到唔夠，當然可以向法工求助。另外，如果你平時有間歇性便秘問題，不妨帶嚟環腸劑或者甘油泵，預先準備好幫你哋打坐時更專注，唔使為呢啲小事分心，修行更順暢。耳塞同管理鼻鼾建議：如果你瞓覺係容易俾聲音影響，建議帶一對有繩嘅耳塞，因為房間通常住10幾人，瞓覺時可能會聽到鼻鼾聲，特別係唔慣陌生地方瞓嘅朋友。耳塞真係一個好幫手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有鼻鼾、咬牙、發開口夢等問題，建議帶啲防鼻鼾用品，例如鼻貼、止鼾貼或者牙膠。互相體諒好重要，正好體現內觀嘅慈悲同平等心，幫大家喺修行路上齊齊進步。帶對拖鞋真係一個超方便嘅選擇。首先，入法堂前要除鞋，拖鞋一甩就得。其次，如果遇上落雨天，拖鞋唔怕整濕，而休息時間着拖鞋，比起着鞋，雙腳會更放鬆同通風，舒服好多。最後，浴室係其位沖涼，住拖鞋唔單止衛生，仲可以防滑。喺課程期間，建議大家佩戴簡單嘅傳統手錶。如果你真係需要戴智能手錶，請務必全程開啟飛行模式，關閉所有 WiFi、藍牙同數據連接功能，因為智能手錶喺連線模式下會產生微弱嘅電磁場同無線頻率信號，呢啲信號可能會干擾你自己或身邊嘅同學喺法堂靜心修行嘅專注力，特別係喺內觀打坐期間，大家嘅五感會變得更敏銳，微弱嘅電磁波或者頻率干擾可能會好似白噪音，佢影響冥想嘅寧靜氛圍。所以佩戴簡單嘅手錶係最穩妥嘅做法，幫你同其他人保持一個清靜嘅修行環境。帶個小型電筒係一個好幫手。課程通常規定晚上10點要熄燈，但課程響9點完結之後，好多同學返房之後會即刻瞓覺。如果你習慣夜晚沖涼同吹頭，沖完可能已經差唔多10點，房燈可能已經熄咗。帶個小型電筒，幫你睇睇位，整理物品或者做睡前準備，唔使喺黑暗中亂摸，方便啲。風筒建議喺中心，吹頭髮要喺公共洗手間度吹，一般有2部普通風力嘅風筒放喺嗰度。如果你髮量多或者頭髮長，
吹乾可能要花多啲時間。如果想吹快啲，建議可以自備風筒。特別提提大家，如果喺打錯期間洗頭，記得一定要吹乾頭髮，因為濕住頭髮入髮堂，容易覺得凍，甚至可能引發頭痛，影響你打錯時嘅專注力同舒適度。準備行李小反思，我估有啲舊生聽到我嘅準備清單，可能會忍唔住笑，覺得呢位同修仲有好多雜氣。Sankara 要收啊，點解要帶咁多嘢㗎？老實講，我真係好羨慕一啲舊生，佢哋只係帶一個背囊或者手提行李，輕輕鬆鬆，寢具全部向中心借用，簡單又自在。不過，我覺得多啲準備真係可以令我更安心。正如有句話講，做最壞嘅打算，作最好嘅準備。喺內觀準備上，呢句話對我自己特別貼切。準備得越充分，我就越唔容易中途分心或者放棄。當然，每個人嘅準備方式都唔同，行李多定少冇一個標準答案。有人鍾意精簡，有人追求安心。最重要係揾到一個平衡點，讓自己可以專注修行，冇後顧之憂。希望以上嘅貼士可以幫大家更有信心踏上內觀之旅。下一條片我會分享課程期間嘅實用心得，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你嘅問題或者準備進度。祝願每位同修喺內觀路上勇敢面對挑戰，收穫內心嘅平靜同智慧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讚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支持。